好似咧香港好耐咧都冇再有一啲日本同香港嘅合拍電影喎。對上一套我諗我仲有記憶嘅，應該可能都真係頭文字 D 啦。甚至再早啲嘅《東京攻略》啦。今日襲擊你嗰班人，隸屬國防部國際間諜科。點解佢哋要捉我啊？但係近呢幾年啦，唔知係咪因為疫情之後嘅問題啦，定係 budget 嘅問題呢？的而且確真係少咗好多呢一種咁日本嘅港日合拍片。所以今日呢，就同大家睇下呢一套由香港、日本一齊合作嘅電影《殺手4號》。喂，攬定你哋嘅零食，斟定你哋嘅汽水，準備好未？我哋又一齊睇戲啦！歡迎你哋返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，又係我唔係姓陳，亦都冇江湖味嘅浩南哥啊！電影開場之前都有預告啦，喂，不如俾少少時間我同你哋講少少嘢啊！我呢個 channel 咧就好任性嘅，基本上就針對住一啲我中意嘅電影，特別係一啲嘅亞洲電影，例如香港、台灣、日本、韓國等等嘅電影，做一啲嘅不專業影評。喂，如果你覺得我呢一條影評啱聽又啱你心水嘅話，不如嗱聲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 subscribe， 記得響埋個鐘仔，咁你下個禮拜就可以搶先睇。更加唔介意嘅話，喺樓下留言區留個 comment 俾我越嚟越進步啊！如果咁唔好彩，你覺得我嘅影評唔啱聽唔啱你心水嘅話，撳翻上一頁離開得㗎啦，唔使屌㗎。不過如果你要屌嘅話，你隨便屌啦，唔怕你係 hater， 最怕你係一個鳩 upper 啫。嗱，咁不過循例咧都要講聲嘅，我嘅影評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劇透嘅。如果你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咧，建議你去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我條影評咧就一定喺度等你嘅，但係你想睇嗰套戲咧，可能隔幾日啫咧就落咗話同你講拜拜㗎啦。所以建議你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啦。如果你怕俾人劇透嘅話，好，事不宜遲啦，都係唔好聽我廢噏咁多啦，我哋即刻進入影評嘅部分啦。嗱，被選為今屆香港亞洲電影節閉幕嘅作品《殺手4號》，對好多觀眾嚟講呢，相信係一場意外嘅驚喜。從原本只係抱住隨意觀影嘅心態走入戲院，但係就喺銀幕亮起嘅瞬間，深深被吸引住。佢並唔係啲咩浩浩蕩蕩嘅大製作，亦都冇鋪天蓋地嘅宣傳攻勢，只係憑住風格化嘅敘事語言同埋鮮活嘅演繹，為近年顯得沉寂嘅香港電影注入咗一股嘅新鮮力量。當 Jeffrey 魏浚笙以冷峻殺手嘅姿態現身，同佢昔日偶像派嘅陽光形象顯得強烈反差嘅時候，觀眾即刻感受到作品背後嘅企圖同埋野心，並非僅以動作取勝嘅電影，而係透過美學嘅雕琢、敘事嘅節奏同角色嘅塑造，去探索港片喺當下所能夠開拓嘅可能性。呢種久違嘅驚喜，正正係香港近年非常之缺乏嘅元素。佢喺影展嘅定位，更加象徵係一種新方向嘅宣告，既承載住本土情懷，又融入咗跨文化嘅交流，令到觀眾喺觀影過程之中重新感受到香港電影嘅活力同未來。殺手4號嘅故事係講述亞洲流傳住一個神秘嘅殺手組織，以麵店隱藏喺鬧市之中，暗地為殺手提供驛站。由 Jeffrey 飾演嘅殺手4號，自幼失去雙親，喺麵店長大。一次機緣巧合之下，佢被派往日本暗殺黑幫頭目。幾錢啊？我做有成億。點解啲日本單嘢我哋啲香港人接咧？但係意外俾委託人埋伏，而委託人正正就係一名日本少女，由南沙良飾演嘅星野雲。星野雲為咗復仇，佢不惜傾家蕩產買兇殺人，更加試圖拉攏4號協助復仇大計。你究竟邊位啊？3人殺してほしいの。敵を討ちたいけどお金がない。最後導致兩個人雙雙被黑幫追殺。電影所探討嘅主題圍繞住殺手嘅宿命同埋世界觀。導演梁居英雖然出身音樂界，但係執起導筒之後，展現咗對影像語言嘅敏鋭掌握。佢並冇流於表面，
而係透過冷峻嘅鏡頭同埋節奏，建構出一個穩固嘅殺手世界觀。而呢個世界觀並非僅僅只係動作場面嘅背景，而係透過角色嘅孤獨、冷漠同埋宿命感，去呈現一種哲學性嘅思考。殺手嘅存在究竟係咪注定孤獨？暴力係咪成為咗佢哋唯一嘅語言？電影嘅敘事雖然簡單，但係結構上面仍然有意識咁樣保持冷靜同埋克制，令到觀眾喺沉靜同動作之間感受到張力。梁居英嘅音樂人背景亦都令到電影喺聲音設計上面格外突出，無論槍聲嘅節奏定係背景音樂嘅選擇。大概12時間以內に残りの5000萬個支払い。僕を裏切ったのか？哇！ちょっとね都同電影形成咗呼應，令到呢套作品喺港產片嘅語境之中顯得毫不失禮。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啦，電影作為港日合拍嘅作品，劇本喺平衡香港同日本嘅設定上面展現咗唔少嘅玩味。日本女星南沙良所飾演嘅星野雲女主角，佢要喺短時間之內替黑幫籌集金額以保存自己嘅性命。呢一段嘅情節嘅緊張感唔單止推動咗故事，亦都令到觀眾感受到跨文化合作嘅張力。私自身アクションやりたいっていろんな取材で言ってたので、今回一緒にさせていただけて楽しかったです。而日本演員嘅加入，好似竹中直人、齋藤工等等呢，都為影片注入咗另一種嘅美學氛圍，同香港嘅城市景觀形成咗對比。Jeffrey 同南沙良嘅銀幕魅力亦都相當具有感染力，佢哋嘅互動既有冷酷嘅距離感，亦都有隱約嘅情感牽引，令到角色之間嘅張力更為複雜。お金がない。呢一種跨文化嘅合作，唔單止係市場策略，亦都係更加係一種創作上面嘅嘗試，令到港產片喺國際舞台上面展現新嘅可能性。觀眾喺觀影過程中，亦都感受到香港同日本文化嘅交錯，既熟悉又陌生。呢一種嘅張力，正正都係影片裏邊最具特色嘅地方。除此之外呢，電影喺美學上面另一個焦點就係懷舊金曲同香港城市景觀嘅結合。當中山美穗小姐嘅世界中の誰よりきっと，即係1993年連 Sammy 都曾經改編為衝動點唱嘅原曲。忘記你怎麼抱緊我，忘記你當晚是怎麼親我，但這首不變情歌，在你家中的唱機裏。喺電影入邊響起嘅時候呢，相信觀眾呢唔單止俾旋律勾起咗情感，同時都帶入咗另一種嘅跨時代氛圍。呢首歌同香港嘅懷舊景觀交織，創造出一個成熟而且有趣嘅城市景觀。而電影並非單純依靠動作場面，而係透過音樂同場景嘅結合去營造一種青春魄力。而呢一種嘅魄力並非來自角色嘅年齡，而係嚟自導演對城市嘅凝視。香港嘅街道、霓虹燈、遊戲機鋪都成為咗影像嘅一部分，同音樂形成咗對話。觀眾喺呢啲場景裏邊能夠感受到一種既陌生又熟悉嘅情感，彷彿翻到去過去嘅香港，同時亦都看到新嘅可能性。呢一種懷舊同新鮮嘅結合，令到電影喺美學上面更具層次。亦都咁講，電影呢貴為用殺手嚟做主題，電影嘅動作場面當然相當之驚喜啦。整套電影由坂本浩一擔任動作指導，佢設計嘅多場近身同武器戰鬥都非常之具有刺激感。我自己觀影嘅時候呢，都感受到有啲殺神 John Wick 嘅既視感，同時都睇到坂本浩一對特攝片嘅風格痕跡。呢一種風格嘅融合，令到電影喺動作場面上邊既有國際化嘅視野，亦都保留咗日本特攝嘅獨特美學。どんな命にもそれぞれ使い道がある。對於一部港產小品嚟講呢，
能夠呈現如此高水準嘅動作場面係非常之難得。但係同時，電影嘅動作唔單止係娛樂，更加係角色心理嘅延伸。殺手嘅冷酷宿命感都喺動作裏邊展現咗出嚟。觀眾喺打鬥場面之中，能夠感受到角色嘅孤獨同掙扎呢一種情感嘅延伸，令到動作場面唔單止係視覺刺激，更加係敘事嘅一部分。嗱，當然啦，電影喺敘事上面仍然有少少嘅不足嘅，劇情過於簡單，角色深度唔算好夠，而主角嘅親情元素亦都未能充分咁樣打動觀眾。呢啲問題令到電影喺情感層面上面都略顯薄弱。但係若果從另一個角度嚟睇呢，呢一種嘅不足反而凸顯咗電影嘅哲學思考。殺手嘅世界觀本身就充滿咗宿命感同孤獨，角色嘅疏離同冷漠，或者正正就係導演刻意嘅選擇。電影喺敘事上面嘅斷裂，反而令到觀眾思考：殺手係咪注定冇辦法有完整嘅情感呢？暴力係咪成為咗佢哋唯一嘅語言呢？呢一種宿命論嘅討論，令到電影喺深度上面更加具有啟發性。觀眾喺睇完電影之後，或者會反思自己嘅處境。喺現代嘅城市當中，每個人係咪都好似殺手咁樣咁孤獨呢？而呢一種哲學性嘅延伸，令到電影喺敘事不足嘅情況之下，仍然可以帶嚟深刻嘅思考。總結嚟講，《殺手4號》係一部充滿新鮮感嘅港產片。Jeffrey 喺電影入邊嘅演出非常之有型，同埋渾身是氣嘅表現呢，令人深信佢係未來嘅動作新星。佢嘅冷酷形象同佢過往偶像派嘅形象成為咗鮮明嘅對比，展現咗佢演技嘅突破。唔該 Jeffrey 正正就係需要呢啲戲路先可以突顯到佢嘅魅力同埋表現。唔該，唔好再俾嗰啲飯氣攻心傻下嘅醜角俾佢啦，唔該。而電影喺美學、動作同跨文化合作上面都展現咗新嘅可能性。雖然喺敘事同埋角色深度仍然有不足，但係整體嚟講，佢仍然係一部值得肯定嘅作品。而佢唔單止為香港電影注入咗新嘅力量，亦都為觀眾帶嚟久違嘅驚喜。當觀眾喺銀幕上面睇到 Jeffrey 嘅演出，聽到懷舊金曲，感受到動作場面嘅刺激，都能體會到呢部電影嘅魅力。或者佢並唔係一套完美嘅電影，但係的確係一部充滿誠意同創意嘅作品，為香港嘅電影帶嚟新嘅希望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啦。今次《殺手4號》喺正能量不專業影評裏邊得到嘅星星推薦值呢係有嗱，呢個推薦值係好公平㗎，絕對冇私心。雖然基本上有一半以上係俾 Jeffrey 嘅。而截至到今日2026年1月3號，《殺手4號》喺 IMDB 網絡電影資料庫嘅評分呢都唔差㗎喎，係有。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啦，《殺手4號》係一套嘅小本製作，相信亦都係好需要香港觀眾嘅支持嘅。如果你好鍾意日本嘅文化，亦都好鍾意懷舊嘅香港，不妨入場再次支持下呢一套嘅《殺手4號》啦。相信曾經俾飯氣攻心震驚過 Jeffrey 嘅演出嘅觀眾呢，都會揾到新嘅新鮮感同埋驚喜嘅。而鍾意 Jeffrey 嘅觀眾呢，亦都更加有驚喜啦，我相信。咁而對 Jeffrey 麻麻地又冇乜特別鍾意佢嘅，就更加要入場支持下呢一套嘅《殺手4號》啦。相信你睇完《殺手4號》咧，都會欣賞到 Jeffrey 喺電影入邊嘅拼勁同埋佢嘅努力嘅，好嘛？好啦，咁我哋下套電影再見啦噃，拜拜。